来继续来看昨暝到位的方面，伫北台湾带来着强降雨，尤其是桃园新竹，这个雨势就有够大。新竹市长高虹安甲新竹县长杨文科拢伫面册发文章，提醒民众紧急处理应变。但是桃园迄个路直的南山路，规排的机车拢浸水了。市长张善政的面册煞是点字字，拢无讲安怎。有市民来留言，敢讲市长还咧困。早起市政质询，议员问市长昨暝困了好无？张善政讲，雨较细了后有困了较好。讲伊的市府团队拢咧监控，雨量嘛拢伫咧控制内。若有严重的灾情，伊嘛会出现。北台湾上规暝大雨，尤其是桃园路竹南山路，水是淹甲坎过车链啊！政府派人继续来抽水，再去搁倒来到现场。虽然讲积水已经提去，也过游园有真侪浸水的机车，规个链啊拢是热过麦啊！会用会知影讲当时水是淹甲真悬。22号方面带来强降雨，真侪县市长第一时间伫咧面册发文章来意见。新竹市长高虹安伫咧暗时8点外发文章，提醒着市民爱注意大雨，而且开放领沙包。新竹县长杨文科嘛，伫咧暗时10点外提醒民众爱注意雨势。伫咧半暝1点外，搁再一遍发文章来报告，讲抽水机已经就位开始抽水的作业。严格共款有灾情的桃园市市长张善政的面册顶悬无讲到灾情的状况。暗时8点外发一篇诋毁桃园的文章，互民众批评讲桃园遮尼侪所在拢咧淹水啊，市长也搁咧诋毁桃园，真侪市民拢想要问讲市长人咧。昨天的这个雨量都还在我们预料之内、控制之内，所以如果真的有严重灾情的话，我会出现的。张善政表示，家己甲团队拢有掌握到灾情的状况，严格安尼回应议员所无被甲信到。市长，昨天您睡得好吗？昨天啊，昨天雨势比较小，以后我就睡得比较安稳。比较小，哦，深夜的时候那个暴雨哈，我睡得不好。第一，我担心水情。县市首长的防灾作为，民众拢看伫眼内，若是当提早来预警做好准备，无的确对当降低受灾影响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